大家好，我係蔡師傅。由市區重建局同理大舉辦嘅點亮社會創新比賽2026咧，就可以報名參加啦。咁比賽咧就係設計呢4條街道啦，咁提升社區嘅宜居度嘅。落到嚟比賽詳情，大家會見到啦，香港嘅中學生啦，咁係中4到中5嘅程度嘅，咁每隊咧4至6個啦，每間學校最多1個人嘅。咁比賽嘅截止日期咧就係3月27啦，咁係已經要寫埋比賽嘅構思方案噶啦。比賽最好嘅咧就係有2節嘅培訓課程啦，咁會係教你點樣去設計啦，咁同埋點樣去用 AI 咧去做呢一個方案嘅。當設計完之後就要匯報啦，咁然之後咧就會去到第3輪咧，導師指點咧就再作出改善嘅，而最終咧就會同評審再介紹啦。咁所以比賽咧係有2輪嘅，而再落去大家會見到獎項都好豐富啦。咁除咗冠亞季同優異獎4個獎項咧，咁都有獎金嘅，其他獎項咧咁啊都有好多名啦，咁都有證書嘅。所以見到有興趣嘅同學仔咧，就快啲報名參加啦。今集介紹咁多，拜拜。